靈修2025年5月20日，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，拯救靈性痛悔的人。詩篇34章18節。在這個充滿壓力的時代，每個人都可能在某個時刻感到快要崩潰。情緒起伏是人之常情，但很多人因害怕負面情緒而選擇壓抑，長期下來，不僅無法解決問題，反而更容易引發身心失衡。聖經並沒有否定情緒，反而以極大的篇幅描述它。詩篇中，詩人不避諱憂傷、焦慮，甚至對神的疑問與呼求。神不怕我們太情緒化，他關心我們真實的內心。詩篇34章18節說：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，拯救靈性痛悔的人。這是我們在崩潰邊緣最需要的安慰。成為基督徒，不只是死後上天堂，更是學習如何在這個被壓力包圍的世界裏，被神的靈引導，處理情緒，活出真實的信仰。情緒沒有對錯，就像溫度計，只是反映我們內心的狀態。關鍵在於，我們是否願意辨識情緒，接納情緒，並學習健康地表達與處理。日本牧師沼田和也曾因壓力過大而住進療養院，卻在崩潰之後重新被接納，也經歷神的醫治。這提醒我們，連屬靈領袖也有脆弱時刻，我們需要彼此關懷，共同建造一個安全與理解的信仰群體。願我們不再逃避情緒，而是在主裏學會安然同行，用情緒深化我們與神與人的關係。我們來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我來到你面前，帶着我內心的疲憊與掙扎，生活的壓力、無聲的重擔、情緒的起伏，讓我有時感到快要撐不下去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軟弱，也明白我每一滴眼淚與每一次深沉的嘆息。感謝你創造我是一個有情緒的人，因為這些情緒提醒我需要你。求你幫助我學習不壓抑、不否認，而是勇敢地面對、辨識與接納自己的情緒。也求你的聖靈引導我，用你的話語、你的真理，來醫治我內心每一個破碎的角落。當我感到崩潰時，願我記得你的應許，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。以賽亞書41章10節，主啊，我願意將自己交在你手中，相信你的恩典夠我用。求你也幫助我成為他人的安慰者，特別是那些也在壓力中掙扎的弟兄姊妹，甚至我們的牧者。願你醫治的愛臨到你的教會，使我們彼此扶持，共度風浪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